18cm 316不鏽鋼5層煲配蒸架，有2.2升容量，內設清晰容量刻度，適用於多種爐具。煲蓋緊密貼合，鎖住食物水分同營養。佢配有304不鏽鋼蒸架，可以上蒸下煮，更加省時啊！拱蓋嘅設計令入面空間十足，放個大包入去蒸都得啊！5層嘅廚具系列，中間配以3層純鋁及鋁合金，大大提升傳熱速度，減少煮食時間。加上用咗316不鏽鋼製成，更耐腐蝕，更堅固啊！電木手柄同埋蓋蒂，安全又耐熱。無塗層嘅設計就唔使擔心會刮花啦。健康新一代，首選牛頭牌 Buffalo。